係人嘅聲音啊！一個人係高處咁自由落體，直落到地面度，頭尾用唔到2秒啊！歡迎收睇《藍秀朗之都市鬼話》，今次會拆解曾經非常有人氣嘅男演員蛙重陽介當年發生離奇事故嘅真相。佢聲稱係同一啲撞邪、詛咒、靈幻嘅事情有關。聽故事之前，請先訂閱呢個頻道同埋點讚分享。90後、00後嘅朋友們未必聽過邊位叫做蛙重陽介，但稍為年長嘅網友們咧，應該都會聽過佢個名。佢曾經喺千禧年初拍攝咗唔少代表作，仲陸續喺香港度上映，同埋推出咗影碟。當時知名度都相當嘅高。不過佢發生咗2004年嗰單離奇事故之後，佢嘅人氣就同佢嘅身體一樣啦，物理上跌到落谷底。過去可以咁講20年咧，佢都冇拍攝咩嘅代表作，包括日劇同埋日本電影嘅。2004年嘅事故真相只有佢自己知道，大家都係猜測嘅啫。不過近年佢接受訪問嘅時候提及過嗰場事故咧，佢認為同佢去外國拍攝啲特輯，喺當地嘅原居民同佢身上施過一啲靈幻嘅儀式有關。了解呢個真相之前，我哋先簡介佢嘅背景啦。頭先都提及過，有啲太年輕嘅朋友未知佢係邊一位啊嘛。蛙重陽介佢生於1979年，今年已經47歲㗎啦。佢出道嘅時候當然就未有機會做主角啦。譬如1995年嘅時候，佢有演出日本嘅連續劇《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裏面做一個配角嘅。之後去到2000年啦，佢演出連續劇池袋西口公園裏面一個角色。咁雖然唔係主角，但係咧都俾觀眾留下一個幾深刻嘅印象嘅。蛙重陽介嶄露頭角，可以話係拍攝咗2001年嘅《高大步走》呢部電影啦。香港有大步走呢一個副題嘅，日本咧就直接叫做 G.O. 高嘅啫。呢部電影係改編自同名小說。小說嘅作者咧係一個韓裔嘅日本人，即係佢個血統咧就係韓國人，不過佢持有嘅國籍咧就係日本嘅。呢個作者聲稱佢自己喺日本度都受到一定嘅歧視，咁所以佢電影裏邊都講一啲佢自己對社會嘅一啲控訴啦。蛙重陽介佢就係一個日本人嚟嘅，但係演呢個角色咧，我覺得都入木三分嘅，將裏邊嗰種爆炸力啊，嗰種對世界嘅憤怒咧，係完全呈現出嚟嘅。咁所以呢一部電影係備受關注。同埋憑呢一部作品咧，佢係獲得好多個唔同嘅電影獎項頒發俾佢最佳男主角獎。去到2002年，佢拍攝咗電影《乒乓》呢部電影，我記得香港都有上映過嘅。咁去到2003年，佢演出咗叫做《空氣之鷹》嘅一部電影。咁呢一部電影咧，我就唔喺戲院睇，我記得當時 HMV 仍然係經營嘅。咁我係某一年咧買咗100蚊3隻嗰啲 DVD 咧，裏面其中一張就空氣之鷹，我都留下幾深刻印象嘅。裏面嗰個角色咧，蛙重陽介係剃光咗頭，做一啲可以咁講不良少年咁，都係佢一貫最擅長嘅角色啦。你可以咁講，佢個姓氏咧都道出咗佢嘅性格，就係都幾嘩眾取寵啊，幾誇張嘅。咁但係嗰種暴力啊，嗰種狂啊，係都幾入型入格嘅。去到2004年嘅時候，就發生咗今次要講呢個主題，就係喺6月6號嘅中午12點零鐘啦。佢就示範咗人類自由落體，大概只係用咗2秒時間，喺佢住喺9樓嘅住所度咧，係去到地面度嘅。但係佢係奇蹟生還，因為咧佢正落咗喺佢住宅大廈外邊嘅一個欄杆，欄杆上面咧種咗厚嘅草，咁就話好似構成一個 cushion 咁嘅效應，令佢咧係保住性命。雖然保住性命，但係佢當時嘅傷勢都係唔簡單。有一個叫頭骨嘅開放性骨折，咁另外手腳當然都係避不了係一啲受到一定程度嘅傷害啦。但係佢又奇蹟咁係只係用咗3個月時間咧就康復，同埋佢係行動自如。據蛙重陽介回憶翻啦，佢入咗院之後咧係第3日先至甦醒嘅。佢一醒翻，佢話
完全斷晒片，完全唔知點解會自由落體去咗地面度。佢唯一嘅記憶係3件事：一就係事發當日咧係落緊雨嘅；二就係佢屋企只係得8個月大嘅仔咧喺地下度爬行緊；三佢話當日咧係食飯飲過麵豉湯。只係呢幾件事，但係至於點解落咗嚟咧，佢就俾唔到一個答案嘅。喺呢件事發生咗幾年之後咧，有一次佢就講出個原因。蛙總洋介就話當時喺屋企度9樓望落地下，對面馬路有間便利店，有啲雪糕佢好想食，但係又驚住咧搭 lift 落嚟咧就去買雪糕就買唔切啦，所以唯有咁咧電梯都唔搭啦，直接自由落體落到地面度去買雪糕。咁呢啲就當然係攞嚟講笑噶啦。咁至於裏邊嘅真相乜嘢咧？可以咁講，過咗呢20年咧，都係一個謎嚟嘅，只有佢自己知道。但係去到2025年嘅時候，佢接受一個訪問，就有提及過佢覺得嘅原因。原來喺2003年，即係事發之前1年，佢就去美國度拍攝咗個特輯。咁個內容係關於原住民嘅生活。美國嘅原住民當時蛙總洋介同佢哋共同生活咗1-2個禮拜，同啲住民一齊去唱歌跳舞去溝通，甚至裏邊接受咗啲薩滿嘅儀式。嗱，大家聽到薩滿呢種宗教，可能即時諗起韓國電影我聽過有薩滿呢樣嘢喎，東南亞嘅電影都提及過喎，同埋如果大家常識再可能廣闊一啲，就會聽過女真族啊、蒙古嘅裏邊嘅族人都有信奉薩滿。咁點解會去到美國嗰度嘅咧？其實薩滿呢種宗教觀就好闊嘅，發源自西伯利亞。咁其實除咗亞洲啦，美洲度。美國裏邊嘅原住民都係信奉呢一種咁嘅信仰，裏邊咧係涉及神啊、宇宙啊、上天啊、人類之間嘅溝通呢一種咁嘅宗教觀念。咁薩滿同埋蛙總洋介自由落體又有乜嘢嘅關係啊？蛙總洋介就話，2003年拍攝咗呢個特輯，去到2004年事發當日，原來佢執好個行李箱放咗喺大門口度，因為當日咧佢係理應同佢嘅經理人一齊飛去美國度拍攝呢一個特輯嘅下半部分。當時2003年只係拍咗上半部嘅啫，但係因為出咗事就去唔成啦，去唔成，跟住聯絡翻美國嗰邊嘅原住民咧，奇怪咗咧，嗰邊嘅原住民嘅酋長報告翻一個唔係幾好嘅消息，酋長個仔咧喺當日即係蛙總洋介自由落體當日就係遇到啲事。遇到啲意外，咁個酋長冇詳細講係乜嘢嘅意外，係交通事故還是其他？總之佢話個仔咧係失去意識，喺當時仲未甦醒嘅。所以蛙總洋介就將幾樣事情貫穿起嚟，佢覺得2003年咧接受咗啲薩滿嘅儀式，唔知係被詛咒，還是個儀式唔可以被拍攝等等嘅事，令到佢2004年發生咗一件咁意想不到嘅一個事故。咁但係呢一個喺美國拍攝特輯，雖然冇拍攝到下半部分，但係排咗喺2005年咧，都喺 TBS 電視台度係播映咗嘅。蛙總洋介就講到，佢2004年發生嗰件事，就同佢啲薩滿撞邪、詛咒等等嘅靈幻事情係有關。咁但係咧，我有以下分析同埋意見。蛙總洋介發生2004年嘅事件之前，其實佢已經經常喺傳媒度咧，去宣稱咧，佢係好愛食草嘅，甚至話咧食草係令人快樂。日本咧係唔應該將食草咧係定為非法嘅事情。咁食草大家都理解係乜嘢嘅東西啦。而近年伊勢谷友介呢位男藝人咧，佢因為藏有呢啲草係被警方拘捕咗。蛙總洋介即刻撲出嚟咧，為呢位可以叫朋友去辯護，就話伊勢谷友介犯嘅事好小事啫，唔係傷天害理。大家唔應該用啲有色眼鏡去睇佢。咁可想而知，蛙總洋介對於草嘅睇法係點嘅？頭先我提及過啦，蛙總洋介喺2004年當日咧落到地面嘅時候，因為一個欄杆同埋啲厚嘅草晾一晾佢，佢先至冇事啊嘛。大家又知唔知道種咗草上面嗰個欄杆，距離嗰個建築物有幾遠啦？原來係9公尺遠成一成，即係20幾30尺。大家想象下，如果喺9樓度落到地面，跨咗20幾30尺，可想而知，蛙總洋介嗰陣咧就喺佢嘅9樓嘅住所度，砰砰砰砰跑到好快，然後一躍而下嘅。佢到底係被薩滿嘅儀式影響，還是
頭先我所講，佢自己對於呢啲草嘅睇法，會唔會佢受草嘅影響，變成咗最終呢個結果？我又唔係話想去批評阿蛙塚洋介嘅，我覺得唔係一個咁狂嘅人，又點演出到高大步走裏邊同埋空氣之鷹裏邊嗰種咁狂嘅角色呢？嗱，我就講咗我嘅分析同埋意見，唔知大家認唔認同，抑或都係相信翻蛙塚洋介親口所講，2004年嗰場自由落體到地面嘅事故係因為薩滿儀式嘅影響。咁無論邊一個版本都好啦，都似乎唔夠恐怖，所以我特登準備咗一個都係關於人類自由落體到地面嘅靈異個案，內容係非常咁恐怖嘅。個主人翁俾個名佢叫做阿朗啊。阿朗係一個中年嘅叔叔，佢收入係唔錯嘅，所以租住一棟摩天大樓嘅單位。嗱，何謂摩天大樓呢？香港嚟計，我諗冇50樓或樓上都唔敢稱做摩天大樓啦。咁但係日本度呢，佢哋地產經紀口中摩天大樓嘅定義係有啲唔同嘅。首先，日文佢嘅用俄來語叫 Tower Mansion， 當地嘅人認為 Tower Mansion 起碼要有20樓咁高。喺日本住得摩天大樓咧，都起碼中產或樓上。點解咁貴咧？第一，住得20樓或樓上咧，當然佢嘅景色係會望得遠好多、靚好多啦。第二，建築呢啲摩天大樓嘅成本咧，係比啲矮嘅建築物係貴好多嘅，因為日本係一個地震大國嚟嘅。如果20樓或樓上咁高嘅建築物咧，必定個地基度係有一啲防震或者內震嘅裝置。簡單啲講就係，如果發生地震嘅時候，呢啲嘅裝置係可以保住呢棟大樓承受相當嘅一個搖晃嘅力度，保障裏邊嘅居民嘅一個安全嘅。阿朗因為有錢，所以住喺呢啲地方度啦。佢搬咗入去住咧，冇乜不滿，仲要話哇非常之咁正。咁首先呢度有2大優點啦。第一就係佢個露台咧係可以遠眺富士山嘅景色，哇！大家想象幾咁悅目啊！第二，阿朗話呢度咧嘅治安本身日本已經好好啦，呢度更加保障住客嘅安全，因為咧地下係有24小時站崗嘅管理員。嗱，呢啲咧香港嚟計，而家公共屋邨我見到都有管理員站崗啊。喺日本嘅住宅大廈裏面咧係絕少係僱用3間嘅管理員嘅。阿朗雖然住得舒服咁，但係佢話都有一個缺點。嗱，成也露台，敗也露台。露台雖然遠眺到富士山咁靚嘅景色，但正因為有個露台啊，有一啲鴿咧係會飛嚟個露台度咧歇下腳啊，甚至咧放低幾兩，就係喺度排便。咁阿朗啊翻到嚟嘅時候，有時會聽到啲鴿嘅叫聲，嗚嗚，咁已經影響佢寧靜嘅生活㗎啦。甚至係一開個露台嘅門，哇，係咁多鴿屎喺度嘅。哇！日本人唔興請工人，我咪要自己打掃。呢2樣嘢咧就搞到佢好煩，又有聲又有臭味，又要清理。聽到呢一度，可能大家都會想推薦阿朗，喂，不如去淘寶拼多多買一啲趕走啲雀鳥嘅用品或者東西啊！喂，價錢仲唔貴喎？但係大家唔好忘記，阿朗係日本人，住喺日本度，又何來淘寶拼多多咧？咁我唯有就去一啲日本嘅家用品店度揾下冇合適嘅一啲產品。佢話都有唔少係愛嚟掛喺度放喺度，嘗試去趕走啲野生雀鳥嘅產品嘅。不過佢用過各種各樣嘢都係唔係太有效。哇！咁就好鬼煩，但係都要照返工照生活㗎嘛。咁有一日，佢工作得好夜，咪翻到自己嘅摩天大樓度，先係入咗大樓嘅範圍，經過大樓所屬嘅嗰個泊單車嘅地方，叫駐輪場。嗱，逐樣拆解啊！駐輪場個輪字係解做單車。日本有一啲賭博嘅運動係叫做競輪嘅。不過既然係住摩天大樓，起碼中產或樓上，喂，點解要踩單車返工返學嘅咧？嗱，因為日本嘅交通同我哋係好唔同嘅。日本嘅東京嘅鐵路網咧係既完善又方便嘅。我聽過有一啲當地嘅大學教授人工唔會低啊，佢返大學度教學生咧都係搭火車返去嘅啫。佢個原因就係話唔係買唔起汽車，不過喂喺東京繁忙時間揸車返大學度，
為揾自己笨啫，唔會塞車㗎。同埋教授就話上咗火車度咧，有咁多空閒時間可以睇下書，即係教授佢就比較少捽手機啊，佢就揭下書啊，睇下各種各樣嘅資料，咁樣打發時間係非常咁好。咁如果你嘅居所距離個車站有啲距離，比方說啦，你要行6-7分鐘，有啲人都嫌遠㗎嘛。咁你如果用單車嘅形式，你喺屋企踩單車去到車站，一啲合法合規嘅地方泊低部單車，再搭火車咧，呢個路程由6-7分鐘嘅腳程，可能縮短到1分鐘嘅單車嘅車程啫喎，方便好多㗎嘛。好多人就會咁樣去返工返學嘅。阿朗雖然係一個中產樓上嘅人士，但係佢為求方便咧，就有時會直接搭的士去工作，咁有時係會踩單車去車站度再去搭火車嘅。咁當晚咧，佢冇用單車，就經過個單車場就返自己嘅大樓嘅大門度。入到嘅時候咧，裏邊嘅管理員就同佢打招呼：阿朗先生辛苦晒。咁好口，當然啦，日本嚟啊嘛，知道你工作辛苦係講呢句説話啦。阿朗同佢打咗招呼之後，就管理員問：咦，阿朗先生啊，似乎有啲愁眉苦面喎。阿朗就同佢講：係啊，有啲事煩擾到我，係咩事咁咧？管理員就問佢啦。阿朗就話：關啲鳥事嚇，關我鳥事？唔係管理員，你聽錯咗，係關啲鳥事，係咁啊，講翻屋企嘅問題。阿朗順便就問管理員啊，我哋個個單位呢個方向都有露台㗎啦，唔通得我俾啲鴿嘅困擾，其他住客係點處理嘅咧？我真係不勝其煩啊！我有鴿嘅叫聲，又留低啲糞便咁啊，將自己嘅煩惱講咗俾管理員聽。管理員竟然就主動講：啲鴿啊，咁我都可以幫你趕走佢嘅。唔係嘛？真係咁好？阿朗就冇問過管理員，喂，到底用咩方法咧？趕鴿喺個單位嘅露台度，點樣做到咧？咁但係既然管理員咁樣講，咁就交託俾佢。雖然係不情之請嚟嘅，阿朗就諗到啦，喂，如果管理員真係幫我處理咗呢件事咧，我真係要買啲謝禮俾佢喎。哪管係啲點心還是請睇下佢中意食啲咩嘢。過咗一晚啦，第二日阿朗就翻嚟啦。咁嗰日咧都係同前一晚一樣，都係搭的士出嚟，所以佢連續2日都係冇踩單車嘅。翻嚟經過競輪場咁就入去個自己嘅大樓入口度啦。佢發覺咦，管理員就唔同咗人喎。望一望，咦，琴日嗰個係假設啦，叫山田先生。今日呢一個，咦，點解唔係佢嚟嘅咧？咁都有打招呼咁啊，點個頭。咁管理員又同佢打個招呼。阿朗就諗啦，琴日嗰個山田先生係咪今日放假咧？唔好理佢啦，翻上自己單位先啦。撳 lift 啦，上咗去，然後打開自己嘅大門。哇！竟然聽到露台傳嚟，哇！咁夜仲有鴿，有冇搞錯啊？咁啊，衝出露台度，一開露台嘅門，以為有多鴿，會飛走啦，甚至係留低一啲糞便喺度。我奇在唔單止冇糞便，一隻鴿都冇，以為唔通頭先聽錯，明明聽到咁嘅叫聲嘅喎。阿朗正想喺露台度翻去佢裏面嘅廳度啦，嗰陣聽到啲聲，但唔係鳥嘅聲音，係人嘅聲音。一個人係高處咁自由落體，直落個地面度，頭尾用唔到2秒啊！阿朗就大吃一驚，望一望，咩事啊？嗰瞬間佢見到個人好快喺個眼前掠過，自由落體直接落個地面度。嗰瞬間好啦，佢記得，咦，自由落體嗰個人咧，佢着住制服，管理員嚟噶。咦，管理員喺下邊，咁上面嗰個係邊個嚟噶？喂，咪住，唔通琴日嗰個山田先生？阿朗咧就搭電梯落咗地面先，佢冇即時問地下管理員咩事，佢先衝去嗰個泊單車嘅競輪場嗰度。點解咧？因為佢個露台樓下就係競輪場嘅位置啊嘛。佢就諗係咪有個人已經倒卧咗喺地面度咧？會唔會就係之前一晚佢同佢對話過嘅山田先生咧？去到，咦，個競輪場乜嘢都冇，咦，奇怪在個頂就爛咗喎，但係地下又冇碎片，又冇人嘅遺體喺度，咦，點解？平時泊好幾部單車，包括自己嗰部冇單車嘅，淨爛咗個頂，會發生過咩事啊？即使有個人自由落體落嚟撞爛咗個頂，落咗地下度，遺體都唔會咁快俾人移走，啲單車都冇咁快俾人運走晒噶。咁阿朗唔明嘅時候，翻佢嘅大樓嘅入口度，就問今晚當值嘅管理員：管理員啊，我頭先喺露台度咧，聽到有個人咁慘叫一聲，佢就自由落體落咗地面度啦。佢着住制服噶，可能你哋同事嚟噶，會唔會係琴日嗰個山田先生啊？講晒佢所見所聞出嚟。
眼前嘅管理員咧係非常咁冷靜。阿朗先生，你係講真定講假？你唔係惡作劇？阿朗就問佢：點解你咁同我講嘢啊？我咁大個人點會惡作劇啊？點解你咁冷靜嘅？管理員就話啦：阿朗先生啊，你講嘅場面係發生咗，但係唔係今晚，係琴晚啊。琴晚原本當值嘅山田先生咪就咁樣自由落體落咗地面度咯。阿朗就敲晒頭：吓？我唔明喎，咩事啊？咁樣個時間呢？管理員就講咯，琴日山田先生自由落體嘅時間。阿朗諗翻轉頭，咦？琴晚我係夜過呢個時間翻屋企喎，但我明明見到山田先生嗰度仲同佢對話喎，山田先生仲應承同我趕鴿喎。喂，咪住，諗翻轉頭，我琴晚翻嚟對話嗰個山田先生，難道佢已經係自由落體咗？佢係靈體嚟嘅，佢同我對話係喎，啲語氣同平時唔同噶，陰陰森森咁。辛苦晒啊！你咩事咁煩惱？平時山田先生精神啲噶。跟住佢仲問我有咩煩惱，話俾佢知啲鴿困擾到我。佢仲要話啲鴿啊，我幫你趕走佢。嗰刻嘅時候，我仲唔明山田先生點樣趕我露台上面啲鴿，唔係地面露台喎。原來嗰陣已經係靈體嚟噶啦。佢用靈體有靈體嘅方式去趕走啲鴿，唔怪得今晚翻到既冇啲鴿喺露台度，完全冇糞便留低。去到第二朝，呢棟摩天大樓嘅管理公司人員咧聯絡咗阿朗先生，我諗你都清楚前晚發生咗咩事。我哋嘅管理員咧，阿山田先生咧就自由落體落咗地面度啦。雖然管理公司冇講原因，但係阿朗就打聽知道咧，山田先生雖然係個好人，但係沉迷賭博，欠咗好多債，最後選擇係上咗高處度咧，自由落體咗去咗地面度嘅。管理公司就講啦：阿朗先生，咁咧你部單車我哋暫時就移走咗，仲幫你洗乾淨。喂，咪住，我部單車好多塵咩？就唔係咁嘅，阿朗先生。因為咧，山田先生佢喺高處自由落體落咗嚟嘅時候，就撞爛咗駐輪場嗰個屋頂，唔再講啊。咁佢因為衝力太強咧，佢個身體分成咗幾節，咁佢啱啱佢個頭顱咧就跌咗落嚟個單車前面嗰個籃嗰度。咁我哋好講衞生噶嘛，我哋已經將你部單車移走咗，當然山田先生個頭顱亦都係送走咗啦。咁所以我哋咧係將佢清洗加消毒，洗乾淨你嗰個籃，你以後咧就可以繼續用噶啦。嗱，說也奇怪喎，自從呢個姓山田嘅管理員咧係自由落體離開咗人世之後咧，阿朗所住嘅單位露台真係冇鴿再出現，當然就唔會有鴿屎添啦。佢相信係山田先生化成靈體之後，都幫佢將啲鴿趕走咗。講翻蛙塚洋介啦，大家覺得當年佢自由落體到地面係咩原因呢？可以留言區話俾我知啊！下條短片再見，拜拜。